山药却没有人要，通通变不有。还以为有饭桶，结果还是一盒，所以企业都会煮太多，然后吃不完，造成浪费，这个其实都不在化学上蛮多的。尽管餐厅贴出珍惜食材的标语，但又有几个消费者能够做到？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统计，每年全球约有1/3的食物，将近13亿吨，先被扔进垃圾桶。这些食物喂养了20亿人口的非洲难民，食物浪费你不想象的还要严重。一大桶，所以以前都是要好几桶大分量让客人取用，但客人吃的有时候吃1、2口他就不要了。5星级饭店本费也面临同样难题，现在食材走向精致化，把浪费降到最低。你来客座的那种餐点，我们相信制作几份的那个备料，所以这些都是要建议法去制作几。好，因为或许还有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先跳过。所以我们每天倒掉一个450克的便当，这是台湾的统计。所以台湾一年每年耗损158公斤的食物，所以我们没浪费，可是还是很多浪费。那平时要怎么预防浪费？你的菜你煮的量一定要算一下好，那再来呢？我这都刚刚有讲过了就油炸跟高脂肪跟含糖的少吃，然后不要吃太咸，然后我们是不喝酒，然后来源标示要清楚好，那我们就来看第3个要吃得对，吃得对以后呢，我们可以转运具善缘为什么？吃素会有什么好处？好，吃素就是仁慈不杀生在孟子，他有在《梁惠王篇》里面有跟我们说他说君子之义于人，他就是因为怎么样？见动物闻其声，不忍什么食其肉然后君子就是有恻隐之心，不忍而杀生所以好，那我们吃素就是不跟众生结冤仇，然后就是心中第一亲的开始那我们有想过说，我们是弥勒眷属，弥勒祖师他是不食众生肉。那后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弥勒祖师有一世他叫做一切智光明仙人，他出生的时候的那个修行的那个仙人他叫一切智，然后他在深山修行然后深山就是古时候深山修行，就有一年就遇到大洪水，7天了一切智光明仙人都没讲的食物因为雨一直下，洪水来了。这个时候呢，森林里面有一只兔子王，兔子王就平时就会听一切智光明仙人在那边，他们就是有点像好朋友这样，他就不忍心一切智光明仙人会过世因为他没有食物他已经7天没吃了，所以他就怎样？自愿舍他的肉身，要给一切智光明仙人吃他的肉，让他可以活下去，可以让那个道可以传就是佛法可以传下去。那个兔子王的小孩他有好多只小兔子因为他是兔子王兔子王的小孩也说好，那因为还在下雨那他也愿意舍身给一切智光明仙人吃，那他们就跳到火堆里面，让一切智光明仙人可以吃他的肉。可是，一切智光明仙人有没有吃？没有吃他觉得说吃了他的肉，然后他得以活下去，这就是怎样？杀生了，他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一切智光明仙人在那一世呢，他也跳到火里面，他也过世了那这就是我们弥勒祖师最早源头，他就是因为说，众生的肉就是我们的
心的，兄弟姐妹，所以他就不忍食众生肉，所以他就怎样修行慈心三昧。那我们当弥勒眷属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怎样？我们都会亲口如数嘛。好，那亲口如数的话没关系，我们就是一定就是不结冤仇。所以我们常常很多前贤都跟我们说，假人背定爱听啊，背定嘛吃多少还多少是一定的那再来就是刚刚也讲了很多，吃素可以让你的体质变比较好，还有可以让你比较不会生气，会吗？这要看修养除了吃以外也要有修养。那不过吃有占一个因素待会跟大家分享。还有这是清誉的第一步我们修行吃素，你还会为了吃，然后千里迢迢，然后费尽所及，像刚刚那个人类是一路这样杀到底吗？不会嘛好，那再来呢？我们吃素就是慈悲，对食物选对食物就是要有智慧今天是什么班？体会班体会班就是要有智慧，听了很多什么对身体好，什么对什么好，大家其实或许觉得大家平时在这个工商、这个 Google 这么流行的社会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去改变？你有没有愿意把你的习惯改掉？好，这就是重点好，那要让你的身体、你的心灵更加健康，你就是要把你的习惯做一下改变无改变，永远就是同款是安尼，在原地踏步好，那甲我有讲食什么袂较动不动就发脾气，所以咱食素食的时阵就袂食五辛、葱、蒜、酒、蟹跟辛曲所以其实在那个楞严经那个经典有跟咱讲吃这种五辛有猪性来吃比较会发生瘾，就是比较有兴趣古早人都是去深山古洞修行所以这个就不吃。然后生吃呢，很容易情绪控制比较不好，比较容易生气这样就会让性情暴躁就会影响修行。所以五辛我们是不吃的好，那这里好，我们或许这里有10分钟，这就是很实际跟大家讲，介绍一个方法，给您介绍一个方法要安怎吃平常时甲拄有讲你的餐盘会用救地球，你的餐盘嘛用救你的身体健康一般来讲，你能分做4个等份，第一份就是淀粉，过来啥？蔬菜、蛋白质、水果，安尼可以你若感觉讲安尼敢无够济，你搁较加一项，即摆这甲两菜嘛，你要有3菜，你就蔬菜这里再多一盘要蔬菜可以多一盘蛋白质也可以多一盘，可是淀粉呢，不可以再多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好，那刚刚也有说淀粉有很多代替品，对吧？我做怎样代替耶？我们复习一下，要用什么代替？马铃薯、地瓜、南瓜、马铃薯、南瓜、地瓜、玉米，莲藕、代替。藕可以吗？也可以好，蛋白质呢？你要食1份还是2份一般一定是爱食2份的。或许把分做那个小盘子其实应该是要画2格啦。你就做大份一点你要食这顿食1条蛋，食1份豆干也 OK。你若要讲我爱食蛋，你1条豆干、豆腐，佮甲我讲过什么豆？毛豆、鹰嘴豆、黑豆、皇帝豆拢会杀你。好，可以黄豆嘛是好，过来咧，恁拢大家为什么开始食？饭。即摆来这上重点今日开始爱改变一个习惯，就是饭爱上后壁食。
饭甲水果，你一个盘内第一项食，你食蛋白质，食青菜。你也爱啉汤的啦，有煮汤你就先啉一喙汤啦，啉汤嘛无要紧汤是在前面喝，喝完食菜，食蛋白质咱才停的你慢慢仔煲，慢慢仔食到这个时阵呢，你会感觉腹肚有物件无？你咪5分钟就爱食完啦，你食到这至少爱10分10分钟，10分钟食完，你有食这个水果，食这个蔬菜蛋白质，其实咱腹肚就袂哈饥饿，你再来食饭，安尼你的饭敢袂食过量，知无？佫有咧，咱的胃你要看一下胃，安尼尔呢，你放蔬菜落去，蛋白质落去，伊就是吸收消化这边，你的饭伫咧顶悬，伊就较慢慢仔消化，你的血糖袂一下就噗就起去啊所以糖尿病呢，一定是饭爱后壁食。水果咧，水果你会用放咧饭的后壁甲食，因为水果是果糖，咱即摆水果拢做甜的，所以你水果就伫咧咱的饭的后壁食，嘛是甲袂血糖足悬的。大家你会想讲，饭白买就歹食，或许最近有练习这样吃不过或许嘛有一个心得就是讲，你菜甲豆腐拢食完剩饭。你会感觉讲白无味，咱袂惯势，无要紧，你着先开始的时阵，你着家己的一道菜留一道较咸的迄道一般咱咧煮菜拢是会小可一个较咸的迄道菜，家留的甲饭斗阵食。其他若有青菜啥物拢先食，食才甲来食迄个饭甲你留的迄个较咸的菜，也可以。不过前提是甲大家讲你饭毋好阁食了。过来咧，咱饭爱食偌济，甲拄仔敢若无甲大家讲咱一工伊跟后学一样是轻度工作来讲就好，大概一工甲2碗半甲3碗，迄碗毋是大碗呢，是迄咱咧小碗毋是迄大大碗公你若讲是咧做粗工的你着家己去称会用前道大概就是可以4到5碗，就家己去换算你若讲真正是做粗重的，你就家己加。问题就是你若是干那体油，你伫咧厝的，就千万迄糖类就食较少的好，你若安尼食有一个好处拄仔学校有讲，你的糖分袂用冲起的时阵，你的胃糖就不会飙太高血糖会飙上过，较近一直起的时阵，你就袂有一个行为就是打瞌睡咱中昼顿食完是毋是1点多的时阵，足爱困就是血糖起血糖起的时阵，咱脑部会缺氧因为所有的氧都去胃里面要去消化去了所以咱脑部缺氧就会爱困。学生也有安尼食法，伊下午的第1堂就袂昏沉沉读册会得较清醒好，佮教一个饥饿10分法咱看1分、5分、10分直直去腹肚枵枵的，就电池空青青是普通足饱嘛要崩去你若去食迄吃到饱餐厅，伊是拢食到食到遮。甲伊值回那个价格嘛一份爱1000块，爱食9本安尼有无？食好重安尼你的身体就会像安尼好，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就食拄好就好。咱请问大家，咱台湾即摆敢有人过腹肚枵无通食？有没关系毋过咱敢有互家己腹肚枵？家己腹肚枵就囡仔要找物件食，对无？不过大家分享一下爱互腹肚枵几遍身体才会健康来，咱看一下即摆最新的咱搁1分钟，互伊腹肚枵一下
持健康，吃得饱不如吃得巧，甚至选择怎么样饿肚子可能更重要。很多人饿肚子的时候会急着赶快填饱肚子，但是这种轻微的饥饿感或许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哦。有研究就指出呢，轻微的饥饿感可以让身体启动修复的机制，甚至是可以延缓老化。比如说，你身上会产生一些像饥饿素，它这个饥饿素会刺激你的海马回，海马回让到其实会造成这个人的代谢改善，那甚至它会刺激你的免疫。根据医学期刊的研究，即使民众实际上吃的不少，但只要大脑以为还没吃饱，身体就会进入修复跟延寿的状态。以果蝇实验来说，如果吃进比较少的异白氨酸，或刺激大脑里控制饥饿的神经，结果因为大脑以为还没饱，整体寿命延长。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让身体非常饿，只要大脑有节制的感觉，就能奏效。饥饿感跟本身饥饿的生理反应的话都会有影响。不过像实验其实就有好几个研究提到，光是饥饿感这个事情这个感觉在那边其实就会引起你的身上的一些正面的效应。小鼠研究也发现，当饥饿神经被打开，肝脏调节免疫反应，血液里发炎细胞也减少。至于执行的方法类似断食，只是并不像断食有严格时间限制。但维饥饿它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你只要一整天的总热量是比较低的，其实就被称为是维饥饿。你这个维饥饿执行的同时，你是摄取什么样子的食物？是不是够营养均衡？蔬菜水果是不是有足够？而不是说，其实你只要总热量降低，你吃什么都会有这样效果器。好，到这里有听得懂吗？有时候要家己腹肚枵者，搁过来咧，免互维饥饿，就是你的淀粉莫食较济，你家你的蔬菜。蛋白质食好够，安尼就会使了。要安怎练习呢？会用伫个你的早餐或许以前早餐一定爱食啥物？食一条馒头，无就食一个吐司加蛋，即摆你甲改变改变安怎改咧？给一个建议啦，一杯无糖豆浆，一粒水煮蛋，食无淀粉会感觉腹肚枵，你就甲2片吐司对做一片，用全麦，无你就食半粒地瓜，嘛可以，安尼大家会知影你若讲要互伊维饥饿，你就地瓜、吐司拢莫食，安尼你就拢食卵、食豆子，搁食无糖豆浆，安尼就维饥饿。你午餐跟晚餐你就照常吃。安尼你早上就有维饥饿了，安尼，其实这样反而会身体健康研究是有证实的所以咱要健康是为了要行更较远的相反路的路你身体也顾好，咱甲我就成功了愿嘛，大家有赞成嘛所以长期家己的饮食的习惯爱改变饭甲水果上尾食，会记好，蛋白质爱食好够好，最后即马剩1分钟要大家分享讲咱食素食就是咱有菩萨的愿嘛，咱有想要成佛无？大家拢成佛嘛，毋过你要成佛之前，你身体爱健康你这个肉体有健康，你爱对动物拢慈悲，你对你家己嘛爱慈悲你互你家己的健康，你甲我就行出来然后你看，刚拄仔有讲莫晒心嘛沙叶咱就断沙叶然后身体健康莫多背担千万不可所以大家爱家己，你看爱小可养生者好，过来咧食素食会聚善缘拢会好的缘分好，最后咧提醒家己家己今仔日你家己做你生命的主人你要改变油爱食好的油，蛋白质爱食好够，青菜嘛爱食好够，迄烧烤就少吃，对吧？油炸的嘛少吃，会记哩。暗时爱食宵夜无？莫食宵夜甲伊改掉。搁你的身体爱去做健康检查刚拄仔有讲爱对家己的健康负责任。敢若像咱对动物嘛，就负责任搁你要有好的身体，才有法度去推展动物所以饮食习惯爱改变
去哦，吼，这是上简单的吼，你无抽过嘛拢知的吼，所以大家吼，互大家分享到遮，甲拄仔讲到小巴去得罪着的吼，请大家写做吼，嘛请使分写做，吼，今仔日就讲到遮，所以祝福大家哦，来，身体爱健康，吼，平安会喜乐，大家拢会欢欢喜喜，身体、心理搁灵性拢足健康，以上谢谢。奉请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各位前贤，我们现在稍作休息一下，休息到45分，谢谢。感恩。